新年联欢宫提供天然气，主要福山，甲富潜水，是中国历史上东晋的著名宰相甲安。威胁之战打败回，前秦入侵谢安。
天人堂主，全显了，不是堂主，堂主另外一个做人物是全显，有卖龙虎宫的全显，信众又是学一贯道亲前世，经六祖坛经，参加启会分。诸位啊，龙虎宫的诸位。
可能是谁？哦。